投資機會嚟啦！143平方嘅4房設計，客廳27.7個平方啊！露台10.7個平方，你又啱唔啱用啊？呢個景 A 房間10.2平方。B 房間19.5平方，C 房間9.5個平方，D 房間10.9個平方，客廁5.3個方，廚房7.7個方。想了解市場走勢，打3個6WhatsApp我。